对这样的当年的毛通通的叫单位是这样的，现在他多的呀，一万人，一张床搬家200些。大家空空的叫，当然现在你给他刚才打着，说阿妈去打一些。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